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刚刚想讲的话话到嘴边，下一秒却完全想不起来了？那种感觉就像脑袋里突然断了线，明明记得的事情瞬间就消失了。或者你站在房间门口，手握着门把，突然愣住了，完全不记得自己要进去拿什么。你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看着熟悉的家具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刚刚的念头。还有钥匙明明就放在桌上，你亲眼看到的，但转个身，眼睛一扫，就是找不到它在哪里。你翻遍了整个包包，搜遍了每个口袋，最后才发现，它就静静地躺在你最先看的那个地方。更让人尴尬的是，孙子兴高采烈地跑过来，你看着他可爱的脸蛋，想叫他的名字，但那个名字就在嘴边打转，就是说不出口。你只能笑着说：“来，小宝贝。”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或者你正在跟老朋友聊天，聊得正开心，突然间你要说的那句话卡住了，你的脑袋一片空白，像电脑当机一样，整个人呆站在那。李朋友看着你，问你怎么了？你只能尴尬地笑笑说：“没事，我刚刚要说什么来着？”这些场景你熟悉吗？你是不是也经历过？很多人遇到这一种情况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：老了，记性不好了。大家都以为这是年纪大了，记忆力自然退化，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老化现象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这不完全是年龄的问题，真正的原因是你脑部的能量通道被堵住了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脑袋就像一座城市，里面有无数条道路，负责传递信息、运送能量。当这些道路畅通的时候，你的思绪清晰，记忆力好，反应也快。但是当这些道路被堵塞了，就像交通大赛车一样，信息传递不出去，能量送不到需要的地方，你的脑袋就开始变得迟钝了。再打个比方，就像一条河流，上游的水源再丰沛，水量再充足，但如果中间有石头、泥沙堵住了河道，下游就会乾涸，农田就灌溉不到水，一切都会枯萎。你的脑袋也是一样，源头的能量可能很充足，但如果通道被阻断了，脑细胞得不到滋养，记忆力自然就衰退了。如果你没听完今天的分享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个能让脑袋重生的秘密。这个秘密我要先跟你说清楚，它不需要你吃任何药物，不需要花大钱去买保健品，更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医疗仪器。这个方法完全不用花钱，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在家里做。它藏在哪里呢？它藏在你的身体里，藏在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注意过的地方，就在你的脚踝旁边，小腿的外侧，在那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，叫做绝骨穴。这个穴位是唤醒你脑部能量的开关，听起来很神奇，对不？对，但这是真的。每天只要花3分钟，按对这个穴位，再配合正确的食补，你的记忆力、反应力都有机会重新启动，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。今天我会用最简单、最清楚的方式，一步一步带你找到这个穴位。我会告诉你它在哪里，怎么按，为什么它这么重要，背后的医学原理是什么，还有该怎么配合饮食让效果加倍。请你不要急着离开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完全改变你对自己身体的认识，也可能改变你和家人的健康。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建立一个连结，请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是从哪里看到这支影片的，是台北、高雄、台中还是海外的朋友。我很想知道，因为这能让我知道这些健康知识传播到哪里了，也让我知道有多少人在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主题对你有帮助，或者你觉得这对你的父母、长辈可能有用，
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每次我们分享新的健康知识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，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内容。还有，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你觉得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打0。这个简单的反馈能帮助我了解大家真正的需求，让我知道该怎么做出更好、更实用的内容。好，现在我们正式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我在台湾行医已经30多年了，看过无数的病人，从年轻人到老年人，各式各样的健康问题都遇过。但是这些年来，有一类病人越来越多，那就是年纪大的朋友，他们来找我的时候，最常提到的就是这3件事：眼睛老花、记性变差、反应变慢。他们会很担心地问我，陈医师，我最近常常忘东忘西，出门要带的东西总是忘记，跟人家说话，说到一半就忘了要说什么，我是不是要失智了？我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？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我心里都有点难过，也有点抓急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理解记忆力衰退不一定就是失智症，也不一定是无法挽回的。很多时候只要方法对了，是可以改善的，甚至可以逆转的。中医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脑未遂之海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的脑袋就像一片广阔的大海，而这片海的水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骨髓。骨髓充足，这片海就丰盈清澈，你的思绪就清楚，记忆力就好。但是如果骨髓不足，这片海就会潜合混浊，你的脑袋就会变得昏沉，记忆力就会衰退，反应也会变慢。那要怎么补充骨髓呢？怎么让这片海重新充满水呢？答案就在你的脚上，在我们的小腿外侧靠近脚踝的地方有一个穴位，古人给它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叫做悬中穴，又叫绝骨穴。什么叫这个名字？我等一下会解释。这个穴位非常特别，它是全身水汇的位置。什么是水汇？就是说所有骨髓的能量都汇在这个地方，汇集就像百川汇海一样。所以当你刺激这个穴位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唤醒全身的骨髓能量，让它重新流动起来，重新滋养你的脑袋。按对这个穴位，就像是打开了脑部能量的开关，就像打开了大海的闸门，让水重新流进来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穴位在哪里，或者知道了却按错位置，那效果就会大打折扣，甚至完全没用。所以接下来我要非常仔细的一步一步带住你，找到这个穴位的正确位置，让你真正学会怎么用它，怎么照顾自己的脑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找找看。好，现在请你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可以坐在沙发上，坐在椅子上，或者坐在床边都可以。重点是要让自己放松，不要紧张。如果你穿的是长裤，请把裤管往上拉高一点，露出你的小腿。如果是短裤或裙子，那就更方便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寻找这个穴位了。第一步是找到一个明显的标记，这个标记每个人都有，非常好找。这个标记叫做外踝。外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脚踝外侧那个凸出来的骨头。你用手摸一下你的脚踝外侧，会感觉到一个硬硬的圆圆的凸起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外踝。找到了吗？很好。现在我们要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上找。请你用你的食指或者用大拇指也可以，从外踝这个位置沿着骨头慢慢往上滑动。注意，不是随便往上摸，而是要贴着一条细长的骨头，
沿着它的边缘往上移动。这条骨头在医学上叫做腓骨，就是小腿外侧的那根骨头。你的手指要一直贴着这根骨头，慢慢的、轻轻的往上移动。在移动的过程中，你会感觉到骨头的形状是连续的、平滑的，一直延伸上去，继续往上移动，大概是4根手指头并拢的宽度，也就是中医说的3寸左右的距离。不过每个人的身体比例不一样，所以3寸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，不用太拘泥于这个数字。重点来了，当你继续往上滑动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一个地方骨头好像消失了，突然摸不到了，变成一个凹陷。对，就是这里，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绝骨穴。对，什么叫绝骨呢？因位在这个位置，骨头好像断掉一样，突然就摸不到了。古人用绝这个字，就是形容骨头在这里中断消失的感觉，就好像你在山路上走着走着，突然走到了悬崖边，前面没路了，脚下一空，那种感觉。找到这个凹陷的点之后，请你用大拇指按下去，稍微用一点力，但不要太用力，以免弄痛自己。如果你按对了位置，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有点酸酸的，有点胀胀的，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有一丝麻麻的感觉，好像有电流通过一样。如果你有这个种感觉，恭喜你，你找对位置了。这一点就是唤醒你脑海能量的开关，这一点就是帮助你重新恢复记忆力的钥匙。每天按这里3分钟，用大拇指轻轻地按压揉动，就像是帮你的脑袋充电一样，就像是打开了一道闸门，让能量重新流动起来。刚开始你可能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，但请你不要气馁，持续做下去，1天、2天、1个礼拜、1个月，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绪变清楚了，想事情变快了，记忆力也变好了。现在请你试着找找看，不要急，慢慢摸，仔细感受你自己的身体。如果第一次没找到也不要紧，多试几次一定能找到的。好，现在你已经知道绝骨穴在哪里了，也学会怎么找它了。接下来我想跟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按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的脑袋变清楚，可以改善记忆力。在中医的理论里，绝骨穴是水会的位置。我刚说过，水会就是骨髓能量汇聚的地方，所有的骨髓都会在这个穴位交汇，然后把能量输送到全身，尤其是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大脑。中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，叫做肾主骨，骨生髓，髓养脑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深奥，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肾主骨，意思是说，肾脏的能量负责滋养我们全身的骨头，骨头要健康要强壮，就需要肾气充足。骨生髓，当骨头健康了，它才能生成充足的骨髓。骨髓是什么？骨髓是我们身体里非常珍贵的物质，它不只负责制造血液，也负责滋养我们的神经系统，尤其是脑部。髓养脑，当骨髓充足了，它就能源源不绝地输送营养到大脑，让我们的脑细胞保持活力，让我们的记忆力保持清晰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，肾骨髓脑。如果这个链条的任何一环出了问题，脑袋就会缺乏营养，记忆力就会衰退，思考就会变慢，反应也会变迟钝。我常常用一个更生活化的比喻来解释这件事。肾气就像一个发电厂，它负责提供整个系统的动力；骨头就像一条条的水管，负责输送能量；骨髓就像流动的水，通过这些水管输送到各个地方。而脑袋就像一座水库，需要不断的有水流进来，才能保持充盈。
如果发电厂的电力不够强，水泵就没办法把水抽上来，水管里就没有水流，水库就会慢慢潜河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肾气不足，骨髓就无法充分生成，脑袋就会缺少滋养，记忆力、思考力、反应力全都会下降。而绝骨穴就是这整个系统的开关总闸。当你按压这个穴位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刺激骨髓的生成，促进能量的流动，让整条通道重新畅通起来，就像疏通一条堵塞的河流，把石头、泥沙清掉，水流恢复了，下游的田地就能重新得到灌溉，农作物就能重新生长。这不只是中医的理论而已，现代医学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。科学家发现，当我们按摩刺激特定的穴位时，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，可以活化神经系统，尤其是对脑部的血液供应有明显的改善效果。当脑部得到充足的血液，供应氧气和营养素，就能更有效地输送到脑细胞，帮助改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，甚至可以预防失智症的发生。所以你看，按绝骨穴不只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做法，它背后有扎实的义理支持，也有现代科学的证据佐证。中医和西医其实是殊途同归的。每天3分钟按对这个穴位，你就是在帮你的脑袋做保养，就是在预防记忆力衰退，甚至可能逆转已经开始的退化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住在高雄的老先生，我叫他林伯伯。林伯伯今年72岁，退休前是一位国小老师，他在学校教了40年的书，教过的学生数都数不清，真的是桃李满天下。退休之后，他本来以为可以好好享受人生，带带孙子，跟老朋友聚聚会，过轻松愉快的日子。但是从大概3年前开始，林伯伯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。一开始只是偶尔忘记一些小事情，比如说出门忘了带钥匙，或者要说的话突然想不起来，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反正年纪大了，记性本来就会变差。但是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他开始忘记学生的名字。明明是教了20几年的孩子，在路上遇到了，孩子热情地跑过来叫老师好，他看着孩子的脸，却怎么也叫不出名字来。那种感觉让他非常难受，也非常尴尬。有时候他出门去市场买菜，走到半路，突然就忘了自己要买什么。他站在菜摊前面，看着各种蔬菜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最后只好空手回家。回到家，太太问他菜呢，他才想起来，哎呀，我忘记买了。更让他害怕的是，有一次他带孙子去公园玩，孙子在溜滑梯那边玩得很开心，他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休息，玩了1个多小时，孙子跑过来说：“阿公，我们回家吧。”林伯伯站起来，看着四周，突然一片茫然，他不记得回家的路了。那一刻，他真的很恐惧，他心里想：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是不是真的要失智了？后来，林伯伯的女儿很担心，带他来找我。我看了他的状况，把了脉，看了舌头，发现他的肾气确实比较虚弱，脉象也偏弱，属于典型的肾虚、水亏的状态。我告诉他，林伯伯，你的问题不是无法挽回的，你不是失智症，只是脑部的能量不足，通道堵住了，只要调理得当，还是有很大的机会改善的。我教他每天按绝骨穴，我示范给他看，教他怎么找穴位，怎么按，按多久。我跟他说，每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就坐在沙发上按这个穴位，左脚按3分钟，右脚也按3分钟，一边看电视一边按，一点都不费事。同时，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1汤匙的黑芝麻粉，用温水送服。黑芝麻可以补肾生髓，配合穴位按摩，效果会更好。我等一下会详细讲黑芝麻的部分。
林伯伯很认真地照我说的做，他每天晚上都会记得按穴位，早上也会吃黑芝麻。他跟我说，反正又不麻烦，也不用花什么钱试看也不会怎样。就这样，3个月过去了。3个月后，林伯伯再来找我复诊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整个人的精神都不一样了。他走路比较有力，眼神比较明亮，讲话也比较流利。他笑着跟我说：“陈医师，我的记性真的变好了。上礼拜孙子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内容。出门买菜也不会忘记要买什么了。太太列的清单，我看一遍就记得了。”他的女儿也在旁边惊讶地说：“对啊，陈医师，我爸最近真的变得不一样了。他讲话不会，讲到一半突然卡住了，反应也变快了，跟我们聊天的时候都能跟得上我们的话题。”听到这些，我心里真的很高兴，因为我知道林伯伯找回的不只是记忆力，更重要的是他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，找回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。他不用再担心自己会失智，不用再害怕孙子会觉得阿公怪怪的。现在林伯伯还是每天持续按穴位吃黑芝麻，他说这已经变成我每天的习惯了，就像刷牙一样，不做反而觉得怪怪的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它告诉我们，脑部的健康其实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护的，只要方法对了，只要愿意持之以恒地做，改变就一定会发生。你不需要等到问题变得很严重才来处理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照顾自己的脑袋。刚刚我们提到绝骨穴是水会的位置，而中医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：脑为水之海。我想再深入的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概念。我们的脑袋就像一片广阔的大海，这片海要保持丰盈清澈才能正常运作，而这片海的水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骨髓。当骨髓充足的时候，这片海就会波光粼粼，充满生机，你的思绪会清晰，记忆会清楚，反应会敏捷，整个人会充满活力。但是如果骨髓不足，这片海就会慢慢潜河，水位下降，露出前裂的河床，海水浑浊了，船就无法航行，鱼也无法生存。同样的道理，当脑袋缺少骨髓的滋养，记忆力就会衰退，思考就会变慢，整个人就会变得迟钝、昏沉。那要怎么让这片海重新充满水呢？答案就是打开闸门，而绝骨穴就是这个闸门。当你按压这个穴位的时候，你就是在打开大海的闸门，让骨髓的能量重新流入脑部，重新滋养你的思绪、你的记忆、你的反应。这不是神话，也不是迷信，这是中医几千年来累积的智慧，是经过无数代医师的临床验证，也是经过现代科学研究支持的事实。现代医学发现，当我们刺激特定的穴位时，可以促进神经系统的活化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尤其是脑部的血流量会明显增加。当脑部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，氧气和营养素就能更有效地输送到脑细胞，帮助改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。所以，中医和西医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同一件事情，一个从能量、从经络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从血液、从生理的角度来看，但结论都是一样的。刺激绝骨穴确实可以帮助脑部恢复活力，这就是中医的美妙之处。它不只告诉你理论，不只告诉你为什么，它还告诉你怎么做。它给你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，让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健康，而不需要依赖别人，不需要花大钱。但是我要跟你说，光靠按穴位还不够。中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叫做外治内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外部的治疗要配合内部的调养。
效果才能达到最好。就像一棵树，你光是修剪枝叶还不够，还要给它浇水、施肥，从根本上滋养它，它才能长得健康茁壮。所以按穴位是外治，那内补呢，就是食疗，就是吃对的食物，从内部来滋养你的肾、你的骨、你的髓、你的脑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，这个食物可以帮助你从内部滋养骨髓，让你的脑袋更加清楚。而且这个食物非常普通，每个人都可以轻易买到，价格也不贵。这个食物就是黑芝麻。黑芝麻在中医里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，叫做胡麻。在中国最古老的医药书籍《神农本草经》里有一句话这样记：在黑芝麻、胡麻，久服轻身益气，延年不老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长期服用黑芝麻，你的身体会变轻盈，不会觉得沉重疲倦，你的精神会变好，气会变足，甚至可以延缓衰老，让你活得更久、更健康，保持年轻的状态。这听起来好像很神奇，好像太夸张了，但其实背后有非常扎实的义理。中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叫做五色入五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同颜色的食物会对应到不同的脏腑。比如说青色入肝，红色入心，黄色入脾，白色入肺，而黑色入肾。所以黑色的食物特别能够滋养肾脏。而我们刚刚说过，肾主骨，骨生髓，髓养脑。所以当你吃黑芝麻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帮你的肾脏补充能量，然后透过肾骨髓这条完整的路径，把营养一步一步送到脑部。黑芝麻不只可以补肾，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，里面有优质的脂肪，有丰富的蛋白质，有维生素 E， 有钙质，有镁，有铁，有锌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。这些营养素对于骨骼健康、神经系统还有脑部功能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但是吃黑芝麻也有讲究，不是随便吃就有效果的。很多人买了黑芝麻回家，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就直接生吃，或者随便用大火炒一炒，炒到有点焦了就吃了。这样的做法效果会大打折扣，因为黑芝麻的营养酶有被充分释放出来，身体也不容易吸收。现在我要教你怎么正确处理黑芝麻，让它的效果发挥到最大。第一步，用前锅炒。什么是前锅？就是不要加油，也不要加水，用前进的锅子直接炒。因为黑芝麻本身就含有很多油脂，加油反而会太油腻。用小火慢慢炒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黑芝麻颗粒很小，如果火太大，很容易烧焦，一烧焦就会产生苦味，营养也会被破坏。所以一定要用小火，耐心的翻炒，用锅铲或筷子不断的搅动，让每一颗芝麻都均匀受热。第二步，听声音闻香气。当你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黑芝麻会开始发出轻微的啪啪声，好像在跳舞一样。同时你会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香香的芝麻味道，那种香气会充满整个厨房，让人忍不住想流口水。当你听到这个声音，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，就代表黑芝麻炒好了。这个时候，黑芝麻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被充分释放出来，也更容易被身体吸收。第三步，放凉保存。炒好的黑芝麻不要马上装起来，因为它还很烫。如果马上密封，会产生水汽，芝麻会变潮湿、变软。所以要等它完全冷却之后，再放进前进的密封的玻璃罐里保存，这样可以保持它的香气和新鲜度，也不容易受潮变质。那要怎么吃呢？很简单，每天早上起床之后，空腹的时候
取1到2汤匙的炒黑芝麻，可以直接嚼着吃，也可以用温水送服，或者用温的豆浆送服。如果你有打果汁的习惯，也可以把黑芝麻加进果汁里一起打，味道很香，营养又丰富。为什么要早上吃？因为早上是一天的开始，这个时候吃黑芝麻可以让营养在一整天里慢慢被吸收、被利用，对身体的滋养效果最好。黑芝麻的好处不只是补脑、增强记忆力而已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效。比如说，它可以让你的头发变黑，很多人年纪大了，头发开始变白，吃了黑芝麻一段时间之后，会发现白，头发变少了。新长出来的头发颜色比较深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变滑。黑芝麻里面的维生素 E 和油脂对皮肤非常好，可以让皮肤保持滋润，有光则减少皱纹。它可以让你的骨头变硬。黑芝麻含有丰富的钙质，比牛奶还要多，对骨骼健康非常有帮助，可以预防骨质疏松。它还可以让你的大便变顺畅。黑芝麻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纤维，可以润肠通便，对于容易便秘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天然食疗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黑芝麻虽然好，但不能吃太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黑芝麻含有丰富的油脂，如果一次吃太多，肠胃消化不了，就会导致腹泻，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更要注意。所以适量最重要，每天1到2汤匙就够了，不要贪多。中医常说过犹不及，任何好东西吃得太多反而会有副作用。现在让我们把前面说的2个方法结合起来看。外面按绝骨穴，每天3分钟，刺激骨髓能量的流动。里面吃黑芝麻，每天1汤匙，从内部滋养肾、骨、髓、脑。外按内部，双管齐下，效果会加倍，甚至会加好几倍。就像林伯伯的例子，他就是这样做的。外面按穴位，里面吃黑芝麻，3个月后就看到明显的改善。他的记忆力变好了，反应变快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。所以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照顾自己，只要你愿意持之以恒地做，你的脑袋也可以重新清楚起来，你的记忆力也可以重新恢复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。让我们快速地把重点复习一遍，确保你记住了所有的关键讯息。第一，记忆力衰退不一定是年龄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是因为脑部的能量通道被堵住了。只要方法对了，是可以改善的，甚至是可以逆转的。第二，在小腿外侧靠近脚踝上方3寸左右的地方，有一个穴位叫做绝骨穴，又叫悬中穴。这个穴位是全身水会的位置，是唤醒脑部能量的开关。第三，每天花3分钟，用大拇指按压这个穴位，左右脚都要按。按的时候会有酸胀感，甚至有点麻，这是正常的，代表你按对了位置。第四，中医说肾主骨，骨生髓，髓养脑。按绝骨穴可以刺激骨髓能量的流动，让脑部重新得到滋养。第五，光按穴位还不够，要配合食疗。每天早上吃1到2汤匙的炒黑芝麻，可以从内部滋养肾、骨、髓、脑。黑芝麻要用小火慢慢炒，炒到有啪啪声和香气就可以了。第六，外按内部，双管齐下，效果会加倍。只要持之以恒，1到3个月就能看到明显的改善。这些方法都非常简单，不需要花大钱，也不需要复杂的工具，只需要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，养成习惯，持续去做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尤其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，让他们也知道
记忆力衰退不是无法改变的，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改善它。我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脑袋，照顾脑袋就是照顾记忆，就是照顾幸福。当你的记忆清楚了，你就能记得家人的生日，记得孙子讲过的每一个故事，记得跟老朋友的每一次聚会。你的生活会更有品质，你的家人也会更安心，不用担心你会不会哪天就不认得他们了。谢谢你今天愿意花时间看完这支影片，我是陈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记得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中，只要你愿意改变，随时都可以开始。照顾好自己，也照顾好你爱的人。再见。